歡迎嚟到Sunway Bellevue最豪華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嘅客廳非常闊綽，可以擺4到5個人嘅梳化，仲有一張高背休閒椅，俾你靜靜咁放鬆享受 me time。Condo 入邊好少見到圓形餐台，呢張氣質滿分，食飯都變得更有儀式感啊！廚房收納充足，配備 Tega 電器，咗間入式焗爐，仲有大容量嘅微波爐，用起上嚟真係好順手。個 yard 實用到位，有伸縮曬衣架，仲設有櫃面，啱啱烘乾就可以即刻摺衫。特別講明呢度唔係俾2合1，係分體式嘅洗衣機同埋乾衣機。旁邊仲有雜物櫃，可以收埋洗衣用品同其他用具，成個空間更企理。磨砂玻璃窗都準備埋，保障私隱，洗衫都好安心。到最細間房都有咁大個衣櫃、Queen size 嘅床同埋好大塊嘅玻璃窗。第二間房都有自帶嘅廁所，有大衣櫃、Queen size 嘅床，同埋左右都有一個床頭櫃。最後入到主人房，我哋有 King size 嘅床、正式梳妝台同埋巨型衣櫃。Master bathroom 梗係有啦，貼心加埋電視，夜晚 Netflix and chill 都冇問題啦。如果你想住得有品味、拎包即住嘅設計師單位，即刻聯絡我啦。